所以讲迄当阵啊，伊就讲你哪会当讲白贼？你哪要讲白贼？我今日拢来，我要招我的朋友，我要甲几间电影包起来，我嘛要包游览车，啊游览车的钱，互你出钱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红豆。这出电影是民国50年拍的，我会当看到阿嬷细汉咧看的电影，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。你看咯，你看，你看咯，你到怕了。内底有大哥哥、大姐姐，拢是动物的衫，有兔仔，有鼠血龙，有狐狸精，啊，搁有梅花鹿，因拢咧讲人话，不是像动物安尼叫。我要问你，我较水，还是老小姐较水？当然你较水。真是的哈。你感觉阿嬷甲阿公啊，较早细汉咧看的时阵，你感觉讲伊啥物款的感觉？应该是足惊的吧？阿嬷会惊？嘿啊，因为鼠血龙要去救陆小姐啊。鼠血龙要去救陆小姐，你讲唔对啊？鼠血龙要食陆小姐。不是，我是讲食陆小姐。哦，鼠血龙要食陆小姐。你要叫我？你吧，真的，你我这，若有发现有鼠血龙，将这个本，阮大家就会来。阿公，去。龙来了，龙来了。龙来各位。龙无来了。甲人讲囡仔袂当骗大人，因为伊就讲龙来啊，但是龙根本无来。啊，真个龙来的时阵，大家就唔相信伊啊，所以囡仔袂当骗大人。请我爸，我请问你一项代志，我救过龙的性命，伊讲要吃我，安尼你互食好嘛？啊，大店梅花鹿内底遮尔侪动物，啊，你想要做倒一个？我想要做白虎小姐，因为白虎小姐会当飞伫咧天顶，伊足好耍。伊咧飞的时阵，伊足水的。陆小姐嘛足水的啊，狐狸精嘛足水的啊。你感觉内底倒一个角色上水？嘛是白虎小姐啊。你可真专一呢吼。安尼你感觉我会当做内底倒一个动物？你会当做鼠血龙啊？哇，鼠血龙不是歹的吗？我不是应该做大剑吗？你妈妈爱做倒一个？妈妈爱做陆小姐。不是狐狸精吗？不是，狐狸精嘛是歹的。我是鼠血龙。嘿。安尼我较咱就要来甲恁欺负啊！袂使，你欺负妈妈，安尼我就要招我所有的朋友来看大侠梅花鹿。咱大家爱集中力量来对付鼠血龙。哎呀，我真正就是做鼠血龙来教。袂使。